动保团体出面来抗议讲林业署改良的山地调，虽然讲这大的帮有较细，也毋过根本就无法度去防止其他野生动物来钓着陷阱，所以批评无做好管制甲监督，要求要弹劾署长。 扮演乌险的动保人士卡中着林业署改良过的山地调，倒伫咧涂骹疼甲哀叫。这动保团体拜三来到监测院头前抗议，这支林业署改良式的山地调，虽讲大帮的范围有较细，毋过根本就无法度防止其他野生动物中陷阱，要求林业署全面禁止使用蜡具。这样子非人道、残忍、无差别捕捉的残忍猎具，造成 野生动物及一般动物的伤亡危害，而且更衍生出像这样子看到野生肉品泛滥、产业链猖獗的现象。偷猎的这些的肉品流到一般的卖场，流到一般的家庭，流到我们的身边，成为我们要吃下去的食安风暴。 那我们需要在这个第一个时间谴责林保署，他没有控制这样子的山肉横行和肆虐。 另外，动保团体嘛伫面册社团甲一寡网络平台发现讲，毋若买会着违法的蜡具，甚至有人违法得卖果子肉、背刺等等野生动物的肉，看到实在惊人。动保团体批评林业署，毋若无尽到管制非法蜡具的责任，佮竟在非法拍蜡和山产产业链伫咧网络出现，这寡野生动物的肉嘛可能有食安，抑佮有传染病的风险。因要向监察院顶前提出弹劾林业署署长林华庆的诉求。如果有野生动物保有这种高风险的病毒，经过跨物种而传染到我们人类，那到底林保署你是不是要负这个到时候有新冠肺炎的这个风险？所以我们以上这几个理由，我们希望要弹劾林保署署长。 另外，针对原住民拍蜡文化违法，动保团体嘛补充说明表示，真侪乐龄学校拢有在教人用传统的蜡具、用白草扫的方式来代替杀伤力较强的山地调。动保团体认为，要维护原住民传统文化，应该有更较好的方式。后续动保团体代表入去到监察院，甲陈情书交予监察委员，希望主管机关林业署爱尽到保护野生动物的责任。记者卢尚如、郑俊尧台北报道。